遮不住了呢。对呀，凸出来的，因为它是我也凸出来了，太大，凸出来的就遮不住了。我也凸出来了。这里还好，一颗小小白白的。你看它黑黑的。这个红是有点稍微偏红一点啊。不对，我应该用那朵，这都是小生。那我呢？不是，他平时给我们打的可能白一点儿，那我也怎么办呢？没事的，我们两张脸一样就行了。啊，好。让我把我的对呀，晚上梁祝。哦，我的头发为什么烦死了？对，我又咳嗽了，烦死了！秋天来了，空调关掉有点热呢，那你要么少开一点，然后风速小一点，好不好？不是有点闷。手啊，昨天昨天那个新龙门的时候不小心打到了，好像营销啊，在隔壁。哦，哎呀，先说昨天，你说你是不是故意的？误伤，误伤，误伤，误伤。这有勺子吗？没有啊？这个里面是什么就什么呀，拆了不拆。是不是就隔壁的那个，就是那个鹅肝什么饭什么？不知道。不是，我就是不想拌，哦，我就想这样吃，怎么了？毛病。妈妈，我呛到了。不是这个是不是要告碎的？嗯，这个要拌碎吗？随你。什么？妈呀！我也是，哎呀，你也在咳吗？你是呛到的，我知道。果然拌出来好吃点。不行不行，我吃个药。
应该不是什么支原体，应该就是我就是经常容易秋冬咳嗽，一咳嗽就怎么吃药都不会好。好嘞，我化妆啊。对，是有点红，是有点红啊。嗯，等会高光。我觉得高光再搞一点。今天在蝴蝶剧场，我们演梁祝。你看我这颗凸出来的痘也打不掉。好，但是你的范围呢，就更加这个叫什么边缘性包裹的更好一些。我比较突出。来，给姐姐放这里。等我觉得我把这个尾巴稍微调整一下，我有那好很多。你帮我剪了几个。然后新龙门的放楼上了啊，你到时候直接去楼上拿。好嘞，谢谢。君君，哎，苏君君给你的啊。哦，好，谢谢。你们今天然后来不来画的？他不来了。你看我自己开始。呀，你走啦！我想等啊。来。我想借一下他们高级的那个，这个高光的没有了，你有这高级一点的吗？我反正是生活装的，我把它拿过来用。哦，稍微有点白啊。这个我拿那个小底。我上了。你上来。匀一匀。给我匀匀。对面嘛，这个也是我的。那杯是你的，你是又去开了一杯吧？没有啊，就是这杯在这里，然后那杯在那里，然后我刚才喝过了，发现这里还有一杯，我觉得这杯是我的。没关系，喝了就。没，但是东东这杯是你的。东东这样子的，这杯那是姐姐没有喝过的，我去拿的那个搞不清楚的那杯无所谓的。不是啊，那就是这杯是你没开过。我没开过呀，所以只能把那两杯，那杯是不是你也喝了？哎，不对，拿过去是不是也喝不对，了？这里还有一杯，这里还有一杯。那哪杯是？那杯不是我的啦，那杯真不是我的。哦。你看，我差点冤枉了。不是，我再给你背过好吧？我想如果都喝过了，我拿你那杯，然后他这杯没喝过的给他。那杯应该是别人的，我怕别人的给喝来了呀。哼。哎，现在有点难看呀。好。还好你在左边，我右边豆豆长在右边。烦死了，我咳嗽烦死了。别关门，我知道了。别关门什么？厕所能看到。你。哦。我有经验。他这什么时候也这样？哦，上次圆圆给我画的时候。这个是生活中的，抖音买的，结果我觉得生活中用一般，我就买下来这用。我感觉搞不好有点。不急，一点一点搞啊。没有小，还是有的，在遮呢。
因为我晚上睡不着，早上起不来。对，我现在手上，哎，手本来就不好看，现在我觉得你等会儿可以把手遮一点。又多了好几个疤，怎么遮呢？底不能上去的，那就算了，这个能底能上，这可是现在还没，就还不行。那就这样。有没有那种？有没有那种看不出来的那种？要不双眼皮贴胶一下？那更丑了。哦，还皱起来了，在这个位置。我也想用一个这个。嗯。好的，好的。妈呀，不会起，那个是就是不会起就上去了，上去了。那个人说会慢慢的起的，结果他一拍马屁股，那个马就跑起来了，我差点滑下去，但还好还好，距离不远，还是能接受的。有机会真去学一下哦。在学校里啊，在学校里不许冲出来，好好学习，天天向上，傻不傻？视力不够好了吧？看不见，真看不见，一个字都看不见。哎，天哪，到了拼命遮眼袋的年纪了。脚啊，脚也其实我就没上脚了，我那个是砸到大腿和小腿，都已经结痂了，已经无碍了。势必要抢到新龙门，好啊，你加油！我今天要很认真化妆的。痘痘出来了，对对对，有颗痘痘，没办法，我昨天已经擦过药了，但是它消不下去，你们就今天就看看痘痘吧，顺带看看我。哎呀，我没电了。问一下他们谁电，谁有那个带那个？对，完了完了，我没电了。我看看多少，啊，坚不持住了，电要坚持不住了，没电了。等会去借一下。剧院的前面是有没有充电宝接的？
就剧院有的前面。有的，对的，真聪明，夸夸你。你跟那个谁说一下。嗯。趁有电的时候说呀。说呀。说呀。那就，哎呦，对，今天自己画，今天那个杨老师有别的任务。我一开始咳嗽之后，我就会很多痰。我化妆很慢的。你能帮我扫充电宝吗？啊，不好意思，我刚刚是前脚步。好的。哦，今天前厅应该有吧？嗯，我坚持不住了。我实在是累死了。楼上啊？前厅吧，应该楼上没有哎，我刚刚回来。前厅有吗？你知道有吗？有的，就是那个售票卖进场那里。
这混符怎么那么吃这个地啊？不好用。嗯，这里是刚才贴过的胶水。朱红借我一下。有吗？哦，那啊，菜菜，会开完了吗？再给我来一点。今天晚上在蝴蝶剧场演《梁祝》。我化妆很慢，很慢，很慢的。明天、后天都还有，后续还不知道。这个月就这3场了，亚运期间。
你们自己聊会儿啊。因为我们那个那个最红的那个红，看看，我感觉有点太过。因为底色太红了，所以颜色有点上不去。我感觉雕一点在那个。把那个后面打开啊，哪个后面？手机壳后面那个。跟我可不高，是我这边夹不住。像你这样，很有角度吧？你这样手机有点高，哦，但是你可以架在那个，架在那个上推上去。而且你需要有个架子。把它插在上一机里面。不行，不打开，它这里有个凸起。你把那凸起的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可以的。我这边刚才那还是我刚才那，我这边找个东西夹一下。哎，就对了。大聪明怎么说？我等会这个要用自己要用的。手机还有只有用一个。
放进去。嗯。哎呀，这个先上去。林小军军，哎，晚上有你们两个还是有采访，但是具体题目什么，现在伊利还没发过来啊。好。就是结束以后，到时候到这边后台来。你有没有那个很白很白的白？没有，那个就是我最白的白。我也只有这个白。Hello，哎，hello，我刚给你发消息。啊，我那个在后没看到。你今天晚上跟明天的票早就给你安排了，是不是？伊利是不是？嗯嗯。今天和明天安排。对对对。那就可以了啊。 OK，谢谢。等下拿给你。好。他到新疆去了的，就是说要交代出来。
对，戏曲妆比较麻烦，时间也很长。当然，我比较长一点，我画的很慢。我以前在小一点的时候，妆还画不好的时候，我都画3个半小时。现在啊，现在2个小时比较安全，就是可以慢慢的。细致的雕琢。你有浇水的吗？嗯。叶子有吗？有个不太好用的。我就行了，我没有。哦，等一下我看看，就好像有。没有。这是10年没有用过了吧？这个盖子在哪里？是吗？你打开的，是我打开的，你打开的。你打开，你先打开，我从你手上接掉。我删掉。弄。好，漂亮。这碗汤是不能喝。这个镊子显然是挺夹的，是不是？谁说要跟双眼皮做斗争的？哎呀，这个我要跟你一组合收过来，啊，就是26号的这个。哦，
敲门在的，稍微过来听一下。让他跟那吧，拿吧。拿那个粉的盒子太硬了。哎，怎么那么快？柯老师，我这边有关系吗？你在直播啊？那好，知道了。好的，有，我们这个是秘密的是吗？对，这个不是他们，我不知道他们知不知道。是啥？大合影吗？知道的，官方有公布过，但是怎么合不知道。对呀。哦，那暂停一下，好不好？那我们告诉你啊。暂停一下啊。不是，让他带到外面去。要不带到外面去。那我把它放成，等一下啊。转一转怎么转？来看演出。他们说谢谢领导。你们这里太冷了，那我过去。哦，那你过去，我给你。孔老师英明神武说：“孔老师，我们陪你，谢谢领导，谢谢领导。”啊，还有静音这个事情的吗？哦，6点了，好的。大致的知道一下，这样它快一点啊。到时候模仿出来了就很快。好。非常细腻设计。我发个那个给你们不好了，这图片发给你们，一看不就知道了，对不对？计划表。对。把这个发你们就好了啊，你们看一下这个方案就好了。好。动作反正都一样。这个动作好像还是你们2个人。
26号抬一或抬下来，反正就是快一点。试音可以试一下，走。试音几点钟？因为这个他们你看啊，郑希文、肖文他们好多人线，他们早上排那个好声音。哦。下午3点是要去开会。你们几点钟化妆？他们声音部的4点还是4点半都可以吧？我都行，可以。那我就先定4点半好了啊，别很早来慢一点。主要是你们俩人，其他我们没啥唱，就小会了。谢谢你把空调稍微关一会儿。冷，你外套脱掉了是吧？我反而加了一件，我那件是背心。然后你觉得关一会儿再脱一点。我的你是吧？那件什么？我知道为什么老提不好了，因为给你们看着，我现在没有给你们看着，我就一把过了，知道问题在哪儿了。
这锅又大又黑。我那个刚才那个修改笔在你那儿吗？啊，我那个修改笔在你那儿，你这很细的。哦，看到。喂，哎，我看见了，我看见了，嗯。谢谢你们的心意，然后我不要把这个手机不要还给我，那我又要买这个手机。我就说你们可以写我的粉丝，但是不要写我的名字。哎，汗画出来了。小斌，你来了。好像也不太需要。要呀。庞哥，你们俩都来看演出吗？对呀，没看过你演。好的。没表。OK。冰空台。我等会儿给我。但我要3分钟。对，因为这样自己看。
对对，你阿菜，你帮我这个跟大家说说话。啊，我的吗？嗯，又要开始，我要夹子音了。要帮你打开吗？这杯是我的。对啊，我的意思就问他要帮他打开吗？那个帮我打开，把里面的冰块全去掉，好不好？哦，杰哥的，杰哥来了吗？对，杰哥来了。夹子音，哈哈哈哈！社牛，帮我照我看的。这字好快哦。你们字刷太快，我不知道是聊啥。去冰，怎么挂到我脸上来了？刷太快了，是姐吧？这个有用吗？现在不要跟我说。他在画眼线。我在帮他捞冰啊。不要了，不要了，我替他决定了，不要了。云霄还没画完，别半张脸。君君在画眼线，所以只有半张脸。新疆我不去，你去的、哦？后面几天。是的，是阿彩。好温柔的声音，到台上就不温柔了。之前我画一下那个眼线的，我发现我好谢谢。有点失败。不要只有半张脸，他现在在画眼线，所以只能半张脸。哦，好可爱的熊猫。因为我妈菜有点近视，如果她离得太远的话，她看不见字。稍微远一点我就看不见的。君君外套好好看，这个我可能给不了你们链接，因为不是我买的。千户你好夹，不太熟的时候我容易夹着嗓子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松一下，就忍一忍吧。帮我画眼线。提前祝云霄生日快乐，谢谢。云霄生日快乐。谢谢谢谢。对，我昨天是王爸爸。谢谢。千户原来这么白呀、所以千户脸要黑一点才像大漠耶。算了，我发现有点吵。好，我安静。不然一直这个，对我有点，我这个习惯了。吸管不是在那里吗？所以就在那里，那里。啊？投诉他，这么多一根吸管。没有。他只给了我们一个嘛，好好吃。给他。去冰。你自己要去吗？简单眼线画完就唱了。对呀、但那时候就一直没有说具体是，就有蛮想这个事情，但是没有说是那个穿什么。就是我好像我说了一下。没有，因为我刚刚还是跟你说，我跟他刚刚还是跟他们说来的，跟他们开玩笑说你要打个公告什么的。哎，这只失败了，这样动。就我自己叫我自己的那个。这是比较好。等一下。对呀、不然他是。
你不要，我吃完了。你吃啊，你吃啊，你不要这样，这不然我等会儿手一滑，我这整个妆废掉了。6点钟。看看，看看发挥的怎么样？我这个没问题的啊，不是协调好是吧？我知道他好像女儿是今天去医院，明天是后天26号是住院。如果住院的话呢，那还是要你们，就是两个人商量好了就好。这个我说你们有什么问题，就是反馈出来以后，知道了，然后大家相互调解都是可以做的啊。今天那还可以的，这个还没问题。哎，吴老师电话打通了吗？我还没打通，我现在给他打一个，正好我要跟他说完。我看你吃掉好了。我说你吃掉好了。他跟你说，给你留2块，好好吃。今天的4张，明天的2张。对，安妮啊。哎，没事儿，你吃。怎么安排的？那所以我先帮你要弄出来，那你可以在我边上。今天4张。今天。好，那我知道了，明天2张是吧？明天2张我去拿。明天他说是2张，对，好，这是后天的4张。后天5张哦。他领了就要4张。对对，我这边有5张的，你这边有4张。3张，然后那个谁进了这边，你放2张是吧？对，5张嘛，所以说你这边4张。对，我就拿了4张，他说拿。这里放4张，对，在我这里，在哪里？他缺明天2张，我就拿。对，9张是。那个给我一下，那个这个的胶。的胶。你说他于俊2张嘛，对吧？我这边好像也没有呢。没有。嗯。那我去那边。对，你帮我也拿一个吧。今天的，今天又有了，他都没回我。我现在可能不用了。那，阿菜。啊，那放那就感恩，我以为没有。他在最后问你给你们2排。翻一下啊，好，你先。我已经用了。反正周丽芳的4张在我这里，现在好。对，这是26号的。那于俊现在刚刚拿过来，在我这里，所以说，对，4张，然后今天的4张也在我这里，两张元宵，2张关下，对不对？那关下待会我给他，好。
菜，你帮崔英姐那里拿一盒睫毛好不好？我没有睫毛。崔英姐，刚刚没有，我问可以拿。睫毛也没有。鹅佩兰没有，这个是可以的。小杨，这样子，就是你26号是不是女儿要住院，是不是？好，那么26号我叫这个小汤，好不好？今天晚上你来接。啊，公发车就可以了，公发车。我想想啊，7点半演出，80分钟嘛。7点半演出，你加80分钟，这个时间就可以了。80分钟，差不多应该是到8点半、9点钟吧。你稍微提前点啊，反正80分钟时间用完就可以了的啊。反正有一些舞美，有一些演员，有一些乐队啊。明天老干部有订单。那是我们的车吗？那我问一下安妮，看难道他？你肖，崔燕姐说你也要，然后你们俩分一分。哦，好的，没事。我们是同一个，我们是同一个款吗？不是吧？你也是99。我要99。好的好的，那等会儿给你啊。这个是什么？金桔吧。金桔可以直接吃。看一下这个，这种就像是什么枣子。什么？刚刚你说啥？他们在说金桔。哦，那我怎么听到了云霄什么？没有，我们在研究这是什么东西。他问我这是什么，我说应该是金桔。哎呀，有点时间。今天几号23。4吧。啊，今天24了啊，对。感觉我眼睛要瞎了，是灯太亮。你闭眼睛闭一下，先吃东西，在那眼睛吃一下。好，那是这样，今天你先来，好吧？好，今天你先过来，然后明天如果这个工作碰上了，那么还是要叫小康的，我会跟他说的啊。然后睫毛膏你怕是没有吧？我也需要用一下。我也没用，我要问题是。啊，生活中的给我用一下也一样。你是刷自己睫毛还是那个？就是自己睫毛，我再刷一下。因为我这个梳子比较密哦。没事。可以的，可以的，可以的。来，在这。好。可以的吧？可以的。是不是不是黑色的？黑色的呀。这款是，这种是新的那个，我最喜欢。怎么感觉像定型的那个？我今天刷的是那个。你再看一下啊，我应该还有带别的。没有，就
就带的那一只。我要不要帮你去隔壁借一下？好呀。刷不出来啊。有点没什么颜色，好像。剪刀借我用一下。你的狗背的。我就说我找不到我的剪刀了，你要啊？圣意。干嘛？你不像个狗一样？你才狗呗。什么狗？什么？什么狗？小奶狗啊？我还以为小田狗。看出来。云霄他说这只非常湿，你得当心得刮着用。好的。非常湿，这一样当心。好的。会防水吗？这个？它不是戏曲鞋床，戏曲的消融的，应该是防水吧？爸，我没问。你的要求蛮高。因为肯定要等下有流眼泪的吧？对，要哭。怕那个花掉，对。诶，那不是你现在你那个睫毛上也会滑下来吗？不防水的话。但是我这个是防水的，如果你下睫毛，它是可以用这个哈。对。上睫毛，眼泪怎么至于上去？对，我用你这个，对，上睫毛用的。单脚。我随心情穿。主要是那个眼睛。孔老师在看我直播啊！孔老师在看我直播。我现在正好刷到你了，点进来。哦哈。陈老师啊，给你看个东西啊。不要给我看我的直播。他现在没有空。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是我那里有，可能你什么时候借我的吧？你记不记得有一次在三门那一轮折子戏，我说少了个帮手。果然不记。反正我今天算是破出来了啊。我靠！应该是你借我，然后我带回去。孔老师来了。什么？这个是消融的湿的，这个是参明的，稍微那个点。一定要给它多拉两下，把这个刮下去再用手。再刮再。他的意思是这样刮2下。我刮了。你是在里面刮的吧？对。真的蛮湿。太过湿会染妆。好想去。好久没录影了。坐起来，坐起来。好想录影去。听2句声，别的吧。我是听到了的啊。那主要你们俩没空啊。看星星看到现在星星都要没了。胖哥，你不是说带我看流星雨的吗？你有空吗？扎不扎心？你有空吗？因为等你，我们自己连流星雨都没看到。我前两天跟他说，12月份的流星雨一定要看。12月份那个每小时有120颗会划过。好的，我去。你别应的太早。你不要应的太早，你哈哈哈。
我抽第2天就发烧。你就拍着玩还是干嘛？拍着玩。镜头买了那个喷了。你家到货了吗？还没有。可以退吗？我朋友那里有。那你让他退掉。那我什么？想让镜头19900。对，就是我发现了，就是直播的时候讲的悄悄话，就在你们这个镜头面前，就跟放了扩音喇叭一样，就直播就不能讲悄悄话，讲什么悄悄话都震耳欲聋。会不会是因为我把门关起来了？是的，就是这样子的，不，真的就是这样子的，它的收音特别好。哇，这奶茶喝的好惨。今晚采访取消。这个我用一下，感觉蛮好用的。好。君君，有没有一条评论？有没有人说你发际线变高？没有，我正。那真没有，发际线是没有变高的。我就感觉我有点眼花了，可能睁太久了。你稍微站起来一会儿，光线会不一样的。我刚刚有坐在下面，有点不太舒服。有种眼冒金星的感觉。这里还是挺厉害。对了，那个蒋老师说你加他微信，再说你哪个蒋老师啊？蒋泽老师，乐队的老师，他说联系你，你也不通过。我知道的是他呀。他说他加你好久，一直不通，给你打电话也不，他不理你，不和你好。对不起，我不知道他是他。我以后不跟他联系，我只跟你联系。我说好的好的好的，我说肯定没看见。笑死我了。那你和他说一下，不跟他联系。好的，那我等会去不错。是有一个蒋老师的，但是他说我是小白花蒋老师，我想蒋老师，我们单位应该只有个蒋哲老师吧？我有他微信的呀，搞错了吧？微信里这么说，就是他，结果就是他。太好笑了，他太好笑了。你不说个名字真是。他都说了小百花蒋老师啦。那也有别的的，别人也会这么说的。那个委屈哦。我错了，我去跟他道歉。生意都差点被弄了。哎呀，
这眼泪被风吹的呀。粉丝团打3级是什么意思啊？我也不懂哎，你问问他们。粉丝团打3级是什么意思啊？你的这个榜一我是不敢抢不过。这眉毛微微有点不同。天呐，胖哥，他们说看到可爱的王先生，居然形容你是可爱。快可爱一点。不要。不要，真的皮太厚了。哪儿有问题呢？这2个眉毛有点不一样。我自己也觉得这只不太好，这只好，这应该是尾巴吧？粗细，不是粗细。我的面条呢？那。哦。要是打我电话，我一定把他当骚扰电话。好可怜的家伙。他晚上应该在吧？在啊，专门跑到华人家来。陈丽君来了，我说陈丽君还没有。等会与他去道歉啊。我现在看屏幕，我感觉我都花了。6点半。对，还有1个小时，但是我还要磨一磨。
你还没画完，是的，我还没画完，画了几个小时了，1个半吧，1个半差不多，对不对？快进，不能快进。卸妆啊，卸妆大概15分钟吧，快一点10分钟也能搞定。等包头啊，好的。等包头大概半个小时以后，你可以去歇会儿。可能不太能歇。为什么？早弄早好，早做准备，早弄早。我说他们。我还没画好呢。现在应该下班了，大家都。老公再看一下这个。我觉得上面有点白留的。明明有这个白，什么白啊？我说你有没有这个很白很白的白？你说没有。你说是粉啊，我以为你说是膏。你们俩也多出一张票，谁要来看？有没有人？我有了。哎，有了，你们有没有？要不要？我要。赶紧联系。那。昨天啊，12排。12排。谢谢。那我还是我2排吧。12排挺不错的。在不在杭州啊？你们就要。谁呀？他们。你今天有上班吗？他这个跟开了免提似的。我们谈的《梁祝》冰冰姐姐的演出。怎么，李莎姐姐就不是姐姐了？她没见过你。谁啊？我表弟。哦，表弟确实不知道，我以为他弟那个看妹呢，开微博是吧？干什么你？
不来。君君姐姐也没有用。你给你弟看了吗？我说他长得像那个。给他看了。胡明昊。然后他说人家帅，我说是，你跟人家比起来你有点老。你这个人亲姐真的是，我真的觉得他好像哦，尤其是这一把。就可能侯明昊眼睛比他稍微再大一点。而且侯明昊眼睛透的少年气，我弟的眼睛透的沧桑。什么鬼？一副10天半夜在半个月没睡觉的样子。但是人说我弟跟侯明昊一样帅，我真的是晚上睡觉都能笑醒。我真的觉得还是有侯明昊那个味道的。有点点，但是侯明昊的少年气更重一点。侯明昊是，就是他演了《一人之下》之后，我觉得他好帅好帅的一个男孩子，明星。哎呀，这个眼袋我也没往上。没有，还好。这边这个就是救过了，没用。没有痘痘比他多。扯平。扯平。这么清淡。我这是保你小命啊！谢谢你，小妹妹。就是眼角画了一下，其他都正常。像你平时熬夜吗？你熬夜吗？偶尔。你的夜指的是几点才算熬夜？就可能2、3点还没睡的那种。2点还是3点多不多吧？我10点多就睡了。那你好健康哦。呀，我这要不要画鬓发的？要了，要了吧？对的。
哦，不多。真帅！你不要老翻我白眼，好好被我看见。我今天没翻白眼。哎，老师。哎，差不多了。老师好。哎，今天你这么轻松啊？对呀、今天没演出，没看演出。今天他看演出。看演出好。连演2场。嗯。2分半，与你做引带，心思一段离故乡，比情秋月红尘。一路上已经了。
看来这。没带相机。带了呀。带了。开车了呀。那一会儿拍吧。能拍吗？一会儿。能拍吗？你这才要看线怎么拍？他要照红外线。相机也没有。你觉得他不让拍是因为他是手机吗？你觉得剧场不让拍照是因为拿着手机吗？你别怼我呀！我只想给你拍张照片呀。拍照要媒体证的。那剧院拿手机拍都会。你拿着就会被点。我不想喝热的，我想喝冰的。喝热的好。一小口一小口。头晕啊，头晕。哎呀，失策。画鬓角一盒不用贴纸，我鬓角贴纸。6:52。这么快吃？嗯。我先去把头梳一下，我把头梳好了然后再吃。哪里？哪里？为什么要一直是我在点赞你看。我们拿个废手机，然后拿个那个点赞机器吧，就放在那里，哒哒哒哒哒哒哒，一直。干嘛？为什么要这样呢？就要有仪式感，这样就没有爱了。那没有那么多时间。那个叫刷赞，我这个叫。
旁边。帮我施个水沙好不好？谢谢。哇，这洗手间香味有点过分了。哦，这熏香。你想干一点的还是湿一点的？正常。这个正常的度。你就湿全湿，然后拧干就行。哦，好的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哎呀，你拿剪刀把你头发打起来。知道我头发是怎么少掉的吗？拔掉了。对。你不能用笔了。确实拆了。天哪，这一团乱麻了已经。没事。因为你最近也不要剪头发。但你这没事。你给他捋一下。OK， 停了，不捋了，再捋掉头发了。这里面还有。你不要说话。你里面还有根皮筋。没关系，那个。挽起我的头发，掀起你的盖头来。等一下，晾干了。你不用给它打湿。不是，不用打开，等我那个扎头带扎好之后再那个。我真的不能熬夜了，必须打点早餐。溜好。你等会儿拉一下那个扎头带，谢谢。我帮你先把扎头带拉好。不，现在我自己会拉的。那个后面打个电话啊。我拉背的时候，你帮我拉一下就好。跟他说一下，票在伊利那里。不用拉太紧，拉住就好了。对。喂，哎，柚子啊，你打电话给君君呐？票在伊利那里。票在伊利那里。票在伊利那里。哎，对，好，拜拜。你要2折还是3折？我自己跟你来，不用碰的，等会他们弄坏。他不为。你没发出去。我画的今天。不是画的鹦鹉一些。 28号有演出的，不够儒雅。可能29号或30号的样子。你先晚自习先回去吧。拉吧。他自己拉的。那还有一条黑色的，等一下，我背上还有一条黑色的。在说啥？这里还有一条黑色纸的。对折好了。你不要动，我自己弄的。
这后面来。谢谢。再来点红，我们就说再见啦。还有半个小时是吗？杭州。好，明天见，今天见，后天还见。剧场在杭州。大麦网上应该会有票，百月蝴蝶剧场的公众号应该也会有票，欢迎大家来呀！看看还有什么要调整的。嘴巴调整一下。这有个结。你第几场剧场？第一场。我感觉我好像颜色怎么到那边的光一看，我感觉我颜色不够的感觉。啊？是不是？我看一下。我感觉好像到他们那边一看，我感觉我自己这个地方的再补一点回去。你补点咖啡色上。对，好像下眼睛它这个灰呢。你就对着镜子那个地方提，不是啊，那个。两个色的是吧？这可以。两个色的对不对？一个白一点，黄一点那个。对对对。你拍什么？这个来一点好一点。照那边的光怎么跟这边感觉不太一样？到那边一看，这个眼袋好大，真的啊？那我也难逃一劫。断掉了，好了。